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能上师，无上甚深微妙，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记忆会见当中呢，就是继续讲前面就是所说的，也就是说呢，是这个。不以这个信实，应该以智慧啊，就是在这个后面。精通二谛理，见二谛容易，如为精触皮知情助方便啊。在这里呢，说了就是前面，通过这个前面的学习，大家应该知道，先呢，在这个上师三知识那里就是听闻，有关。圣义谛和世俗谛的教言，然后呢，完全明白这个什么是这个空性圣义谛，什么是现象，世俗谛啊，就是二谛的什么这个本体啊、分类啊、概念啊，就是全部都这个完全明白啊，就精通之后呢，你要就是知道是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呢，实际上是这个圆融无为的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显现的本体呢，就是空性的，空性的这种形象呢，就在这个现象就像《心经》里面所讲的一样，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呢，就是完全明白的时候，那就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呢，就是这个完全是融合啊，就圆融无为。那个时候呢，你已经通达了这个二谛双运。啊，就二谛这个双运，那么这是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二谛双运，你什么时候就是得到就是明白的？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们实践当中也是为了就是得到这个果啊，就是劈开它的这个，就削开它的这个皮一样的。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个它的这个进化呢，也就是说是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呢，就是完全的这个融入一体。就融入一体的时候呢，我们实践当中所有的什么这个各种称啊、各种道啊、方便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因此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修行呢，就是全部都是为了就是通达二谛双运啊，就是为了二谛双运。那么这个为了二谛双运。就是呢，就佛陀也是宣说呢84000法门，但是84000法门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二谛双运。这一二谛双运呢，我们密宗当中叫做是这个等性，显宗当中叫做呢就是显空双运啊，就显空双运。这一点呢，也可以叫做是究竟一成啊，就是究竟一成。所以在《迦叶亲闻经》里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这个假设，成其为一，若证诸法等性，即是佛陀啊，就是必也是为一而非一二，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它真正的这个诸乘的乘法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体的啊，就是一体的，而并不是二乘啊、三乘啊，来着这个无数个乘啊。就这种说法呢，实际上是不了义的。因此，我们应该就是大家要知道，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实践当中的所有的各种不同的这个乘呢，就实际上就是为了达到就是佛果，也就是说呢，就是通达这个显空双运的究竟正理，就是这就是真正这个我们要适用量式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这个进化部分一样的，其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法门呢，就是全部都是为了就是了达究竟一乘的。所以《妙法莲华经》里面也说了，说是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啊，就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佛陀就是为了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啊，所选所了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要这个通达就是唯一的究竟一乘啊，就究竟一乘呢，就是在《宝性论》当中也讲了，就是龙门菩萨在这个中论当中也已经讲过，摩诃仁波切在《定解宝等论》里面也是讲了，月称论师也说了，就是国父为众说，无等无别国，无等无别乘吧。
就是佛陀呢，就是为了就是不同的这个众生呢，宣说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乘门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法门。但是实际上呢，所有的这个法都是这个无等无别，就是无二无别就是除了这个无二无别以外呢，就没有的无二无别的乘呢。其实这个《妙法莲华经》当中也是宣说的非常的这个清楚。因此我们应该要知道，就是究竟的这种依乘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玩法的这个本体就大家因为我们不能依靠这个信识，而依靠智慧。依靠智慧，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呢，现在就完全就这种远离一切戏论的智慧呢，就是不一定得得到。但是我们希求的这个法，所求的目标呢，应该是这个智慧。故复之方便成正道，于是必圣教，其不推转行就是所以说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就是相应就是不同众生也就是说是不同众生的根基意乐戒心等等等，就是宣说了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那么无量无边的这种法门和方便的话呢，其实呢，就是佛陀就完全明白，就是所有众生的这个根基，所以呢，就是为他们就是宣讲了各种不同的这种方便。但是这些所有的方便方法呢，全部都是让众生就是通达就是一切万法的这个真相，也就是说是最后呢，就是得到这个复果，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而这个宣说了这么多的这种方便。其实这些方便呢，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称之为是这个正道。就是正道，因为佛陀呢，在这个《妙法莲华经》当中也有这个比喻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呢，就是一家人的房子，这个起火了，然后这个父亲呢已经出来了，就是几个小孩的话呢，他就在屋里面一直玩，就是他就执着他的这个玩具，就是一直不肯回来，不肯出来的时候呢，父亲心特别着急，外面已经房子这个燃火了，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他就渡他们，也就是说骗他们，说是外面有这个羊车就鹿车马车、牛车等等等，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孩子们都就开始出来了，就是他就有些呢就这个喜欢马车，有些是喜欢羊车，有些是这个喜欢牛车和鹿车，就是。那么这个呢，同样的，我们这个声闻乘、缘觉乘以及这个大乘就是这些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的。因此，所有的这些方便道呢，应该说是全部是正道。就不能这个说是我们密宗的这个法师是正确的，这个叫做是正道，而现宗声闻乘或者是人天乘这是非正道就是不合理的、不究竟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应该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面前的话呢，就是很多法门确实是这个是正确的。就现在很多善知识呢，也是比如说有3个弟子的话呢，这三位善知识呢，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但很有可能呢，就是这3个这个弟子呢，就是会选择就是3个上师，就是那么如果就是有一种这个弟子呢，就是他选择就是与他不相应的这个上师的话呢，不一定对他的这个相续有利的。因此呢，佛陀也是不同众生的面前宣说的这种不同法门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通过这样了解之后的话呢，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真的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是唯一的这个量师佛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是这个佛陀呢，就像是《百年传》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多生累劫当中为我们众生呢，就是付出了这个一切，最后呢，他的这个相续都完全变成了这个大悲和智慧。就是所以对这个佛陀呢，就是也会这个产生不退转的信心就像《定心宝断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然后呢，佛陀所宣说的这个妙法，就是真法的话呢，也是除善众善莫善就是一切都是这个让众生就是获得这个快乐的这个唯一的一种因缘。因此呢，我们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对这个他所讲到的所有的这个法门呢，应该是升起呢一种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在座的各位呢，看看就是能不能升起真正的不退转的信心的话呢，那么实践当中的所有的邪魔外道也好，人和非人今天在你面前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这个引诱就欺骗你的话呢，你的这个心呢，就是根本不会与他这个就是跟着的就是这样呢我们在座的人当中呢，有些是真的从内心当中对这个佛和佛法呢，就是升起呢就是不退转、坚定不移的信心。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心呢，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遇到任何的这种不喜或者说是你以后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有各种人来就
就是开始这个引诱你诽谤佛法的时候呢，你就根本不会跟着他们就人云也云的。所以说这样的定解呢，在我们其他的论点当中也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因此以前这个佛展里面也说了，说是我舍弃其他的这个道士啊，就是唯一的皈依这个你，就是你是指的是佛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具足一切功德，就是远离一切过患啊，就是这是佛传里面说的。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如果真的是懂道理的就完全就是知道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然后呢就是佛法的这个微妙，这样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不会这个退转的啊。比如说我对这个产品的话呢，就是我是这个这个产品的这个发明者，虽然我不是产品的发明者，但是呢我对这个它的作用啊，它的功能啊，它的性能全部都就非常的这个了解的话呢，以后别人说是这个产品是假的、假冒伪品的话呢，我根本不会就是跟着这个人信的啊。如果我对这个产品呢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我今天就是很相信它，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很有可能就是我就不承认它，就有这个可能性。因此我们在座的人呢，一定要就是通过这个理性啊，就是应该就是真知正念的这种就应该用这个智慧啊的途径来，就是开始了解这个佛陀的功德和佛法的功德。那么这样以后呢，就像满佩仁波切在这里面所讲的那样，我们会就是产生一不推转的信心。当然，真正的不推转的这种真心呢，就是一般来讲，一地菩萨和八地菩萨都有这个非常稳固的这种信心。但是我们凡夫者的话呢，我想是应该很多人是有的。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就其他的这个开悟啊、真悟都是没有的。但是对佛陀和对佛法呢，应该说是在有生之年当中是，我想这个信心是不会退的啊。哪怕是我这个切成一块一块的话呢，就是我痛肯定很痛，哎呀呀，我就可能一直在叫。但是我内心当中呢，别人说是你要这个相信就是佛陀是假的话，那我再怎么样也是我临死之前我不会相信他们，因为我的这个心里面的这种佛陀的这个信心呢，就是不是迷信。就是别人说是很好，我也觉得很好，不是这样的。真正是就像是这个汤呢，就是自己已经品尝到它的味道一样的，就是它是完全是正确的。这一点呢，我是这个深信不疑的。所以说呢，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呢，应该是通过这个闻思的途径呢，对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和教法呢，就是升起就是不退转、坚定不移的这种真信。就是这是在这个修行道路当中呢，也是这个非常重要。摩诃仁波切和全智无古往尊者相关的论点当中呢，也一再这个强调，就是我们上次如意宝呢，就是也是这个每次这个讲课的时候啊，真的是给我们就是强调的特别多。有时候想起来呢，就是真的法王如意宝的这个恩德是非常大。就是当年就是他老人家没有经常给我们这样宣讲的话呢，我们如今呢就是很多这个道理啊，就是也不会明白的，因为我们自己呢也非常清楚，在这个无助恶世的社会当中呢，自己的这个见解啊、行为啊，就是包括我们旁边的很多人的这种这个一些这个各种这个行为呢，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所以自己呢也不是那么这个逆根者。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依靠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加持啊，就应该说是有一个坚定的稳固。以前一些古代的这个上师们呢，经常这样讲的。一般来讲，我们的这个见解呢，就是有校正和逆正相连，就是校正逆正，自己的见解呢也有这个教理，也有逆正来这个相连。然后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与自己的体会相连，就是与这个体会要相连在一起。没有一点体会的修行呢，就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然后这个行为呢，就是与实践相连。行为实践相连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现在呢，我是一般的这个初学者的根基，就是我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跟这个按照小乘里面的这种行为就是一模一样的做。如果我现在已经这个好像那个四大就是也不会坏我的，我这个贪嗔痴呢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个时候呢按照密宗里面的这个行为去做。所以行为呢就是与实践相连，就是很多这个传承上师呢有坚信信果方面，有坚修信方面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要求。就是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应该首先把自己的这个见解呢，就是与这个教理相连，就是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你今天穿着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啊，在这个听法的这个行列当中，就是待了好几年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听到一些这个外道的一些这个说法，或者是一些实践人的一些说法呢，你自己没有任何定解的话呢，就开始跟着他们跑的，就非常可怜。所以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啊。得生不住止，自解有机变，无情大悲心边际是空寂。那么
到了这个最后啊，就不推转这个心性子，在那个时候的话呢，自然而然这个获得了就是不主任何变的这种智慧，就像《仙光转论》里面就是讲的那样，就是知不主这个就是知不主三有，悲不主，哎，这个你们还可以，悲不主涅槃是吧？对，悲不止涅槃。不要打瞌睡啊！你看那一排的是一本书也没有。哦，有一本是吧？哦。好，最后就是得到这个什么就是相关障碍呢，或者是中观里面所讲到的那一种智慧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自然而然那个解脱所有的这个散有的变和这个寂灭的变啊，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超胜的智慧的缘故的话呢，那么就是断除一切轮回的根本，他从此之后呢，不会以业力而这个转入到轮回里面去的，因为呢，就是它具有就是极为强烈的变性的大变形的缘故呢，那么就是它不会呢，就是像有些声闻一样的，就是一直安住在寂灭的这种境界当中，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无亲当中啊，就是不早走，就是不加这个亲族啊，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对所有的还没有证悟这个灯尽无二的，或者说是就是这样的这个相空双运的境界，毫无了知的这些众生呢，就是生起极为强烈的这种大悲心，这种大悲心呢。并不是这个有时间和一些或者说一些地界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其他有这个界限的。我们现在给个别人的这种悲心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条件的。这因为是对我关系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这个众生可怜的时候，我对他生起悲心。如果我的怨恨的敌人就是今天呢，就受苦的时候呢，我绝对是活该这个是原来跟我关系很不好的，今天才遭受这样的痛苦呢，应该，所以我们的这个大悲心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不是普遍的就是编辑某个众生呢，就是对自己关系。然后从时间方面的话呢，那种悲心呢，就是这时时刻刻，或者说是这个来自生生世世呢，没有任何这个时空的这种限制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悲心呢，就是我个人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就是觉得还可以啊。所有的众生真的是今天遇到遭受痛苦的时候呢，我像帮忙一样；有些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包括自己关系好一点的人都是很讨厌的，反正对谁都生不起悲心，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这种悲心的话呢，就是很惭愧，就是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范围就是很小的，而且呢，你比较开心呢，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你就发个悲心也可以的。但是呢，心情不好啊，就今天天气不好啊，尤其是你特别忙的话，那发菩提心也要那个。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公案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刚才那个前面讲到的这样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什么这种悲喜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生起来，就是自然而然这个生起来。